各位539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吉利539。来看2月18礼拜三开出来号码0810123233，这个08连续开两期。来顶一期2月18，掠10粒无出牌号码。10粒拢无开出来吼，过关。继续来看2月19礼拜四，但遮提供10粒无出牌号码，互大家参考。02、04、07、09、15、18、19、27、29、36、02、04、07、09、15、18、19、27、29、36以上这10粒号码，互大家参考看卖啊。感谢收看。